别翻身，别抬头，不动，乖乖上药啊。嗯。不动啊。林七打了芊芊27遍，我要他的命。他死前我要让他长够27斗，少1斗。你替他走。属下领命，保证只多不少。韩硕、白吉，你们进来一下。你啊！你们是不是要去找林七复仇啊？跟你说，让他死太便宜他了。我有更好的办法收拾他。子睿，哎，我背后痒痒。啊！哎呀！哎，不是我。啊！大夫怎么说？长姐已经给我上完药了，而且现在也不是那么疼，你不用担心的。那就好。在事无常。在事务场，你是不忍看我受伤才重提婚约一事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知道，我这场比试一定要赢的，所以